各位大家好啊，又係洪 Sir 咧同大家見面啦。咁今個月咧4月份嘅月配咧，咁就係我講嘅。咁啊，我哋可以開始啦。咁啊，一啲都係平時嗰啲流程啦。咁啊，先分享啲中心消息嘅先。咁啊，好啦，咁啊，中心嘅最新嘅服務安排啦。咁啊，重要嘅一樣嘢。咁2026年嘅1月起咧，就逢星期六下晝咧，我哋1點至2點啦，為午市時間啦。咁啊，接待處咧只係處理一般嘅查詢嘅啫。咁啊，暫停復康器材嘅借用啦、服務申請啦。咁啊，活動報名咧同收費服務咧都係暫停嘅。好，咁跟住呢個配合嘅資源優化啦，咁中心咧就有以下嘅服務安排嘅。咁啊，中心通訊咧就會2026年嘅4月起啦，改版為半年出版一次啦。咁啊，發放一啲中心嘅重要資訊俾大家啦。咁啊，如呢個會員大會嘅問卷啦、調查結果啦，咁啊歡迎大家嘅親臨中心嚟自取啦，或者瀏覽中心嘅網頁啦，同埋 WhatsApp 就得㗎啦。咁另外咧，26、27年度嘅生日會咧，將以派對嘅形式啦，喺中心舉行嘅。咁啊，都係留意翻中心活動嘅宣傳啦。好，咁啊，現時嘅最新活動咧，宣傳會有全新嘅面貌啦。咁啊，喺個操作上咧，會更加清晰啦同方便嘅。咁啊，實體海報咧都會擺喺中心度嘅。咁啊，歡迎會員就嚟中心了解呢個最新活動資訊啦。咁啊，26年嘅4月起咧，咁啊，中心嘅活動登記啦同報名啦都有呢個新安排嘅。咁26年嘅至27年度嘅活動宣傳新嘅版面啦，咁啊，中心一直咧透過呢個 Airtable 啦，咁放一啲活動嘅資訊啦，咁過去嘅有唔少嘅會員去反映翻啦，咁啊，平台上嘅海報咧就比較難放大啊，咁啊，用起上嚟咧就唔係咁友善嘅。咁所以咧就26年嘅4月1號開始咧，咁啊，中心會用一啲另一個平台咧去擺放呢個活動宣傳嘅。咁啊，希望可以改善過往嘅不足啦，咁樣係啦。好，咁咧我哋就用咗另一個平台，咁呢個平台就叫 Linktree 啦。咁啊，大家咧可以掃翻頭先上邊嗰個 QR code 啦，咁啊去入翻我哋嘅活動宣傳嘅新版面啦，同埋如果唔識用嘅話咧，就可以 scan 下邊有個使用嘅指南條片嚟嘅，咁教大家點樣用嘅。係啦，咁啊有啲乜嘢嘅咧？呢個 Linktree 咁嘅物體。咁啊，會有會員嘅活動宣傳啦，咁啊，仲有一個快閃嘅活動站啦，咁啊，中籤嘅名單都可以喺度睇啦。咁仲有以前出版過嘅通訊咧，都會有得睇嘅。咁啊，仲有啲資訊嘢嘅分享啦。咁啊，有啲咩咧？可能嗱，洪 Sir 嘅運動短片啦，咁啊，有啲護導者嘅書籍啦，咁啊，一啲認知訓練嘅工具啦，咁啊，社區資源等嘅，咁啊，方便大家咧。一個網址咧，一個平台咧就可以睇晒咁多樣唔同嘅嘢啦。咁啊，同埋有加入中心嘅時候咧，都會可以攞到中心嘅最新資訊咁樣嘅。係啦，咁啊，依度都俾大家睇翻啦，我哋嗰個唔同嘅 Linktree 有唔同嘅活動版面啦，咁啊呢個宣傳嘅版面嘅新版面啦，咁啊大家都會見到活動宣傳啦，第2張相，咁第3張相咧就入邊有唔同嘅目錄啦，咁啊有啲可能係健體養生啊、資訊科技啊，咁啊活動宣傳咁樣嘅，咁啊第4張就係一啲我哋中心服務內容嘅版面啦，咁樣。係啦，咁啊，復康器材呢個借用收費咧，我哋都會有調整嘅。咁啊，多謝大家一直以來對中心嘅支持啦。咁啊，確保復康器材嘅持續嘅維護啦，同埋保持呢個服務質素咧。咁26年嘅4月1號起咧，我哋都會調整呢個復康器材嘅借用收費啦。咁啊，下邊就會有噶啦。咁啊，第一個啦，就復康器材嘅租借為期2個星期咧，就收費50蚊嘅。咁跟住緊急輪椅嘅租借咧，即係即日歸還嗰啲咧，就收10蚊嘅，係啦，每一次。咁啊，預期歸還嘅款項啦，咁每一日咧，我哋收20蚊嘅咁樣啦。咁如果拎呢個
綜援咧，咁啊同埋有經濟困難嘅人士咧，就可以向當地社工查呢個特別申請咁樣嘅。好，咁跟住落嚟就月會安排啦。咁啊5月份嘅話咧就係5月5號啦，星期二下晝2點半。咁啊6月份咧就係6月2號星期二，都係下晝2點半嘅。咁啊，除咗網上睇之外咧，咁中心大堂都會播放我哋呢個 Facebook 嘅直播嘅。咁啊，嗱，咁啊活動報名嘅安排啦，咁啊4月號起嘅，咁就第一週大家都係報名同登記噶啦，嚇，咁啊第一週嘅星期二咧就可以攞呢個活動嘅報名表啦，嗰樣嘢啦，咁樣。咁第二週咧，我哋就會進行抽籤啦，同埋通知嘅。咁啊，第3週咧，我哋就會有呢個活動嘅繳費啦，咁樣嗰樣嘢係啦。咁啊，第4週就會逢星期三咧，就會刊登下個月嘅活動宣傳咁樣嘅。係啦，咁啊，活動報名安排啦，咁4月起啦，4月9號逢星期四啦，下晝2點到2點半啦，咁派籌時間就下晝1點嘅，咁啊限先到先得嘅活動啦，咁啊每人就只可以攞一張籌號啦，咁啊每張籌咧每次可以報5個活動同埋班組啦，咁樣，咁啊5月嘅話咧就係5月7號啦，咁啊活動報名嘅安排啦都係，咁啊每月嘅活動報名流程，咁啊活動宣傳前一週咧，咁星期三會刊登活動個宣傳海報啦，俾大家啦，咁啊公眾假期就會順延嘅。咁啊報名日咧前2日咧就可以攞呢個報名表啦。其實呢啲同頭先嗰啲一樣嘅啫，係啦。咁啊活動 A 啦，即係先到先得嘅活動啦。咁第一週咁啊星期四下晝2點開始報名啦。咁名額都係先到先得啦。換即止啦。咁啊 B 活動就係抽籤啦，咁啊嗰樣嘢啦。係啦，咁啊，大家都成日都大部分中心嘅活動都係先登記後抽籤啦，而家，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就好簡單啫，咁啊睇隔離個圖咧就知㗎啦。每一次咧報名日之前咧，我哋都會 send 個報名表俾大家，咁大家可以喺個信息嘅報名連結度撳翻個連結咧，其實就可以連結到去個 Google Form 去做登記㗎啦，咁樣。係啦，咁啊登記有啲咩要填啊？都係嗰啲嘅啫，個人資料少少，咁啊名啊，咁啊電話啊，個會籍嗰個 number 啊，咁樣嗰樣嘢。跟住然之後咧就報完之後咧撳報名啦，報完之後就拉到落最底咧，就撳提交就可以噶啦。係啦，咁啊，咁都大家都成日都話點知即係。我哋中心收唔收到嗰個報名呢？咁其實都會你提交咗之後呢，成功提交啊，就會去到一個頁面呢，就會寫住中心已收到閣下嘅活動登記啦。咁基本上你見到呢個畫面呢，就係成功登記噶啦。係啦，咁如果 Google Form 你開嘅開唔到嘅，試下 copy 嗰個連結呢，去唔同嘅瀏覽器啦。咁例如 Google 啊，例如 Chrome 啊嗰啲瀏覽器都可以用嘅。好，咁啊，另外一個中心可以自助報名咧嘅中心嘅單張架隔離咧，就會有個自助活動報名站啦，俾大家可以自行登記咁樣嘅。係啦，咁啊，我哋都會擺啲宣傳海報啦，同埋中籤名單喺中心啊，基本上都係單張隔離嗰個位置嘅啫。係啦，咁啊一啲免費嘅物資派發啦，咁啊所有嘅免費物資派發咧，咁啊需要會員咧去親身領取嘅，就唔可以代領嘅。咁啊先到先得啦。咁啊個別捐贈者咧有特別嘅安排啦，物資將按捐贈者要求嘅派發啦。咁如果我捐贈物資係食物嘅話咧，咁啊中心會因應個食物數量啦，同埋有效日期啦，決定嗰個派發方式嘅。咁啊，食物數量較少咧及有效日期為3個月之內咧，咁啊為盡快將呢個食物去送出晒去啦，咁啊避免製造混亂咧，咁啊中心會即時咧廣播啦同埋派發咁樣嘅，咁會員咧就會
可以親身去到領取啦。咁啊，記住唔可以代領啦，先到先得啦。咁啊，同埋唔會作一啲 WhatsApp 嘅廣播宣傳咁樣嘅。咁啊，溫馨提示啦，咁因為中心咧成日咧都有好多實物嘅，咁記住大家咧就嚟到中心咧就唔好擺低你自己啲私人財物啦，咁啊記住咧就帶翻走啦嚇。好，咁啊都係嗰句啦，咁啊平時咧入嚟咧中心咧記住要拍卡啦同簽到啦，咁啊搓下手啊，探下熱啦。咁如果你要問嘢嘅話咧，咁記住咧就唔好衝去個 counter 度啦，先攞個籌。係啦，咁啊有冇自助取籌機嘅？基本上咧好大部嘅，喺個搓手嘅隔離嘅啫。係啦，係啦，咁啊自助取籌機咧，咁啊基本上咧活動報名啦嗰樣嘢咧或者續會嗰啲咧就撳呢個 B 籌啦咁啊服務查詢咧，如果我入會咧就撳 C 籌啦。咁啊，其實得幾個籌嘅啫，好簡單嘅啫。咁啊，大家記住咧就唔好衝埋去個 counter 度咁啊，因為啲姑娘咧都有陣時都好忙嘅，衝落去埋去咧，可能佢都唔得閒招呼你住嘅，係啦，咁樣咯。係啦，咁啊都係取籌機啦，咁唔同嘅顏色啊，代表唔同嘅服務啦。係啦，咁啊，我哋電子版嗰個月報資料咧，都喺個電腦嗰咧都放咗一部嘅，咁啊可以睇下唔同嘅新聞啊，各樣嘢啦，咁啊會員續會啦，都係啦，咁啊今年呢個有效期咧續咗之後咧就係26年嘅4月1號啦，至27年嘅3月31號嘅，咁啊辦理續會時間啦，星期一至五上晝9點到下晝5點。咁啊，星期六咧就9點到1點，咁啊，跟住之後咧就2點到5點啦。咁啊，大家如果要續會嘅話咧，就快啲續啦。咁同埋今年咧，我哋就會一個大嘅續會啦。咁啊，因為幾年先做一次嘅會，3年先做一次嘅啫。咁就會詳細咁樣對翻會員嘅資料啦。咁啊，呢個動作都緊要嘅，因為我阿洪 Sir 都續咗差唔多成個月啦，3月開始，係啦。咁就都發現唔少嘅資料咧，都係有要更正嘅，咁啊，所以大家咧就唔好怕話要等啦，因為始終咧詳細對一對翻呢啲資料咧，咁先我哋先可以可能有啲嘢先打到電話俾你啊，又或者寄嘢啊寄到你個地址咁樣嘅，係啦。好，咁啊，都係一個會員招募啦。咁啊，如果你嘅朋友啊，或者各位嘅親友啊，係年滿60歲嘅，咁啊，歡迎咧4月1號入之後咧就入會，係啦。咁啊，入會要有啲咩咧？咁啊，身份證啦、住址證明啦，咁啊40蚊嘅會費啦。咁啊，咁40蚊係包含啲咩？個會員費啦，同埋行政費咁樣嘅。咁啊，會員有效期都係啦，26年嘅4月1號至27年嘅3月31號。咁啊，辦理入會個時間咧同續會一樣嘅啫，即係1至5上午9點到下晝5點。咁啊，星期六上晝9點到下晝1點。咁啊，下晝2點到下晝5點咁樣嘅。係啦，咁啊都係一支借用嘅物品啦。咁啊，今次到呢個認知訓練工具啦。咁啊，中心咧都有唔同嘅認知嘅訓練工具啦。咁啊，平板電腦啊，咁啊鍛鍊啲專注力啊、時間空間啊，同埋日常生活嘅技巧咁樣嘅。咁啊，借用方法就係中心嘅會員啦，同埋護老者咧可以親臨中心啦，出示翻你嘅會員證啦。咁啊，護老者證，咁啊辦理個借用手續啦。咁啊，每次咧就可以借用一款工具嘅。咁借用時間咧就2個星期啦。咁啊，預期罰款每日就5蚊雞咁樣嘅。嗱，咁啊，跟住預約震震機啦，咁啊咁啊要有啲咩資格呢？首先係你要有骨質疏鬆啊，或者各樣嘅痛症啊，各樣嘢啦，咁啊先可以租借啦。咁如果你本身咧已經經過阿洪 Sir 做評估嘅話咧，咁啊大家
點樣借啊鎮靜機，咁就係星期一至六，係啦。咁啊，上晝9點到6點啦，咁啊每節就半個鐘啦，咁啊實際咧企20分鐘嘅啫，咁啊10分鐘咧又俾大家走盞下嘅。咁啊星期六咧，記住一樣嘢啊，咁啊星期六1點到2點咧，嗰個服務就係用鎮靜機嘅服務係暫停咁樣嘅。嗱，咁啊記住可以即場登記啦，又或者你預早一日打電話嚟，譬如今日星期3，係啦。咁啊，可以約今日啦，或者打電話嚟約聽日都得嘅。咁啊，今日星期3約後日得唔得啊？就唔可以嘅咁樣啦，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啦，咁如果你遲到嘅，咁啊，譬如我 book 咗10點到10點半，咁你遲咗可能15分鐘或者10分鐘到嘅，啊，或者你真係啱啱好嘅，咁啊，如果你個20分鐘都唔夠去補翻俾你嘅話呢。咁如果下一節有人用咧，你就要去俾下一個噶啦。咁如果咧你下一節咁好彩，冇人用嘅話，咁你可以繼續用啦。當然係啦，咁樣啦。咁同埋星期3同星期5咧，我嘅其中一部鎮靜機咧就會俾物理治療師去借用啦。係啦，咁啊，所以咧嗰日咧得一部鎮靜機俾大家用嘅啫。係啦，咁啊，大家就唔好成日話點解星期3同星期5咧得一部機啦，因為本身咧都同大家講咗啦，評估嗰陣時係啦，星期3同星期5咧都係得一部嘅啫，俾會員用嘅話係啦。好，咁啊，用運動局嘅設施啦，咁都係星期一至六，咁啊上晝8點到6點，咁啊每節30分鐘，咁一個人咧最多咧就可以用2節嘅。係啦，每一日真係用1個鐘啦。咁你中意上晝會用半個鐘，下晝用半個鐘都得嘅。係啦，咁啊對象有唔同，中心會員啦、輔導者啦、中心支援服務隊嘅登記者都可以用嘅。係啦，咁啊1號同4號咧就係一部腳踏單車啦，係啊1及4啊，咁就係齋踩用腳踩嘅啫。咁啊第2號嘅機咧，咁啊有一個上肢訓練器嚟嘅嚇，咁啊。我哋又嚟做咩？操下個膊頭啊咁樣。咁第3部咧就係上下肢嘅訓練器啦。咁啊，基本上嗰部就手腳都並用嘅，比較似一部復康單車啦咁樣。咁啊，第5部咧就係一個大氧健身訓練器啦。咁就嗰部可能就接近啲平時 gym room 啊，即係健身室入邊見到嘅健身單車咁樣嘅。嗰部都 OK 嘅，係啦。咁都係啦，記住啦，可以親臨呢個中心即場登記，咁啊，同埋可以打電話嚟登記使用啦，咁樣嚇。咁啊，都係預約電腦閣嘅設施，咁點樣用到呢？咁都係星期一至六，咁上晝8點到下晝6點。咁啊，電腦得3部嘅啫，平板電腦我哋都一部。係啦，咁咧點樣用咧？咁自行咧係攞單張嗰個位咧，佢有個記錄表嘅。咁大家咧按翻啲格仔咧，填翻自己個名啊，嗰樣嘢咧去登記使用就得噶啦。咁啊，每人每日咧最多用到3節啦。咁啊，上晝或下晝咧最多可以用到2節嘅。咁即係你基本上可能上晝揀1節，下晝揀2節咁樣咯，嚇。嗱，咁啊，中心都有個免費嘅 WiFi 嘅，咁但係呢個 WiFi 名咧就會轉咗個名噶啦，之前就唔係呢個名嘅，咁啊而家就會轉咗呢個 SAGE 啦，底環線啦，跟住 Guest GUEST 嘅，係啦，咁啊撳入去之後咧，大家咧就會撈到一個去到第2個網站咁樣嘅，咁啊拉到最底咧，咁啊同意啦，同免費上網嘅，撳落去就可以噶啦。咁大家記住啦，咁啊 WhatsApp 咧就要定期去做一個更新啦，因為有陣時版本唔同咧，有機會都收唔到我哋中心去嗰個信息嘅。咁啊，同埋大家有冇儲存低我哋個中心嘅手機電話咧，就記住要儲存埋啦，係啦。
咁啊，如果都唔得嘅，咁啊可以試下關機啊，或者重新開部機啊，睇下收唔收到啦，咁樣嗰樣嘢。係啦，咁啊睇你用咩機啦，咁記住更新 WhatsApp 咧就，如果你係用 Android 手機嘅 Android 系統嘅，咁啊去個 Google Play 嗰度 Play Store 嗰度咧就去安裝啦，去更新啦。咁如果你係用蘋果嘅，咁就即係 iOS 系統啦，咁就叫住去用 Apple Store 啦，去到更新咁樣啦，嚇。係啦，咁啊，因應呢個 WhatsApp 咧，我哋嗰個政策去更新啦。咁啊，而家咧，我哋之前 send 俾大家啲廣播信息啊，即係我哋所謂嘅罐頭活動宣傳信息咧，咁啊需要收費嘅。咁啊，所以咧，我哋就轉咗一個 WhatsApp 嘅社群嘅功能啦。咁如果大家咧就未加入嘅，咁記住去加入啦。咁啊可以收到我哋活動嘅最新資訊啊，同埋中心嘅消息咁樣嘅。係啦，咁啊除咗個 WhatsApp 個社群咧，我哋都有個頻道嘅。咁其實頻道同社群咧就唔同嘅嘢嚟嘅。咁啊，因為社群咧，如果你啱啱先入去咧，基本上舊嘅資訊咧係睇唔到嘅。咁但係咧你想睇翻舊嘅嘢咧，就要入翻個 WhatsApp 個頻道啦。咁啊，呢度都有個 QR code，即係掃碼咧就可以大家用噶啦。咁啊，係啦，咁掃完之後咧，咁記住要撳入去追蹤嗰度啦，去追蹤個頻道咁樣嘅。係啦，咁啊，平時大家都會問啦，咁啊，呢啲頻道啊、社群啊，會唔會係咁啲通知啊，係咁叮叮叮叮叮咁就唔會嘅，係啦。基本上你得閒撳入去咧睇佢你先會睇到嘅啫。佢唔會係咁通知你炸你嘅，好似以前嗰啲廣播信息咁樣，都唔嚇咁樣咯。佢冇聲嘅呢啲就係啦，係啦，咁啊都係點樣用呢 WhatsApp 頻道？因為 WhatsApp 頻道咧，平時嗰個喺個對話度咧，大家係睇唔到嘅，要撳去最新消息咧，咁就先去撳，先會睇到嘅咁樣。係啦，咁啊嚟緊就差唔多到夏季，應該差唔多到夏季啦。咁啊都會有啲颱風啊，或者開始有啲咧暴雨警告嘅信號啊。咁以下就係個活動安排啦。咁啊黃色暴雨咧就黃雨，咁啊中心咧就開放嘅。咁啊室內同室外運動咧就會按天氣情況啦，決唔決定繼續去參加咁樣嘅。咁啊。大家咧就可以打俾中心嘅查詢安排啦，咁樣。咁啊，飯堂服務咧就睇飯堂守則啦，大家。咁啊，紅雨咧，咁啊，中心都會開放。咁啊，但係咧，室內同室外活動咧都會暫停嘅，係啦。咁啊，黑雨啦，咁如果黑雨嘅話，6:15前發出嘅話咧，中心就會暫停開放噶啦。咁啊，中心開放期間咧如果佢6:15之後咧先刮黑雨咧，咁啊中心都會開放嘅。咁但係繼續開放咧，我嚟做咩咧？做一個庇護站嘅。咁啲活動啊，所有嘢咧都會取消，室內同室外係啦。咁啊1號風球點咧？1號風球咧基本上都係中心會繼續開放咧，室內同室外咧都係會繼續嘅。咁3號風球啦，3號風球咧，中心都會開放，不過室內同室外活動咧都會取消嘅。咁啊8號風球，咁啊大家都知啦，基本上咩都唔會開噶啦，係啦，都唔睇個時間噶啦，咁中心都會暫停開放，室內同室外活動咧都係暫停嘅。係啦，咁啊大家留意下啦，參加活動咧係安全為質啦，咁啊。大家咧參加活動嗰陣時咧，記住留意天氣變化啦。咁啊，有任何疑問咧，可以打俾中心去查詢嘅。咁啊，服務安排嘅即係飯堂服務嘅詳盡安排咧，咁啊，大家去睇個飯堂嘅服務守則啦。咁啊，好啦，咁啊有陣時咧，我哋都會講啦。咁啊，如果3號風球啊嗰啲啊，咁點樣睇咧？咁啊，基本上活動前2小時咧。咁啊，天文台咧，如果掛3號風球或以上咧，或者紅雨、黑雨嘅話咧，個活動都會取消嘅。咁啊，同埋補課啦。咁啊，活動改期咧
就會再另行通知大家嘅。咁啊8號風球咧就呢啲同埋一啲極端情況咧，咁啊中心都唔會開放嘅。咁啊大家咧應該留喺呢個安全嘅地點啦，係啦。咁要等個天氣啦，同埋環境安全咧先好啟程嚟中心啊，咁樣。咁跟住如果落波之後咧，咁中心會幾時開翻咧？2個小時後先會開放嘅。咁即係簡單啲，如果10點先落波嘅話咧，咁啊10點大家唔好衝落嚟啊，因為中心都未開嘅。基本上咧可能12點零啦，咁你落嚟咧中心先會開翻嘅，係啦，咁樣。係啦，咁大家就如果咧大家未去追蹤我哋個 Facebook 咧，咁大家咧就可以去 Facebook 啊，追蹤翻我哋嘅專頁啦，咁都有唔同嘅資訊咧可以睇翻嘅。中心有啲咩咧？係啦，可能有陣時都會有啲定期嘅短片啊，咁樣各樣嘢啦，同埋有啲唔同嘅資源分享咁樣都會有嘅。好，跟住之後咧就有一個活動宣傳啦，有一個輕鬆暢談星期四啦，係啦，下一次就應該係26年，應該就依個就冇嘅，係啦，不過唔知點解仲喺度嘅啫。好，期康麵宣傳啦，慈善家25蚊一盒。基本上啲收益都係我哋用啲用喺邊度咧長者服務嘅發展嘅，有興趣買嘅話，接待處去詢問處嗰度咧，同職員咧姑娘去查詢就得噶啦。一啲主題分享啦。好，呢個愛自己你有 say 啊！不放棄啊，不失敗啊！牛津大學咧曾經舉行一個成功嘅秘訣講座，邀請當時嘅政治學家啦、外交家、文學家、聞名嘅丘吉爾咧去講一場呢個講座啊！啲媒體啊、啲人啊，一聽到咧就衝晒埋去啦！呢個丘吉爾咧就大家講個手勢，即係俾個手勢，大家去安靜落嚟咧，跟住佢先開始講嘅。係啦，佢話我成功有3個秘訣嘅。第一就係絕不放棄，第二就係絕不放棄，第三咧就係重複嘅嘢講3次。佢講完之後咧，就完噶咯。跟住之後咧，全場咧就 O 晒嘴啦，拗晒頭啦。但係之後咧，大家咧就極有好熱烈嘅掌聲俾翻佢嘅。係啦，簡單啲嚟講咧，真係提提你自己啦，要愛自己啊。堅持咧，其實好多人咧覺得堅持好難嘅，係啦。但係咧人咧就係夠堅持啦，先會強大嘅，係啦。所以大家覺得就嚟放棄嗰陣時咧，提提自己啦。多走一步，就可以見到希望啦。唔放棄咧，就係面對困難最簡單嘅方法噶啦，係啦。好，跟住之後咧，期康會咧就都推行緊一個計劃啦，愛自己你有 say 嘅預防養老推廣計劃啦。特別邀請咗胡氏嘅呢一家胡老太太，大聲去話俾大家聽。愛係傾聽與陪伴，不是責罵同埋傷害嘅。而與其傷害咧，不如關愛多啲。關愛無限時咧，就護老一輩子啦。同埋咧就要向弱老說不，係啦。大家咧可以 scan 喺呢個長輩圖啦，分享出去啦。係啦，齊齊咧就同弱老說不，俾長者咧無限嘅關愛，一啲社區資源嘅分享啦。港鐵長者友善設施咧，
設備咧意見收集啦。咁港鐵咧都一直咧都為長者提供友善嘅設施啦同設備嘅。咁希望可以持續收集呢個社會大眾嘅意見啦。咁有相關嘅意見咧，歡迎隨時去提供嘅。咁定期咧都可以咧向港鐵反映你嘅想法嘅咁樣啦。咁有 scan 呢個 QR code 啦，咁去俾大家收集個意見嘅。係啦，咁跟住之後就係呢個長者咧乘車優惠啦。係啦，咁都有變嘅。26年嘅4月3號起咧，咁2蚊嘅優惠計劃咧，由每程嘅劃一2蚊咧調整為2蚊兩折。係啦。咁成人票價咧10蚊樓下嘅話咧，一律收2蚊雞。係啦，咁如果你嗰個票價咧係高於10蚊嘅話咧，咁就可以享2折優惠啦。係啦，咁2蚊嘅優惠計劃咧係唔適用於現金啦、不記名嘅長者八達通啦，咁同埋一般嘅個人八達通去支付呢個車或船嘅費用咁樣嘅。係啦，咁例子啦，咁如果你成人票價嘅係8蚊或者10蚊嘅，即係10蚊樓下啦，咁就劃一票價都係2蚊嘅。咁係啦，咁如果你係10個8或者20個2嘅，咁成人票價嘅2折，計你俾咧可能就俾2個2啦。咁如果10個8嘅話，咁20個2咧就係俾4蚊雞咁樣嘅。咁大家要留意翻你哋個乘車優惠啦。咁一啲嘅重點服務嘅活動安排啦。好，咁活動報名啦。咁如果先到先得嘅活動啦，記住一樣啦，有效嘅會員證要實體噶，中心去登記落嚟嚇。咁如果你唔係嘅，純粹話想登記一啲先抽籤嘅活動嘅，咁用 Google Form 可以自己去登記啦。係啦，咁報名日3個工作天會截止報名啦。咁咩意思啊？譬如我哋星期4晏晝2點開始報名，咁第一日星期4啦，第2日就星期5，第3日嘅就係星期6啦。咁星期6嘅晏晝5點後咧，我哋就會截止報名噶啦。咁大家係啦，3個時間俾足大家時間咧去做一個報名嘅，係啦。咁先到先得活動就唔係啦，咁名額就有限，咁即係先到先得。額滿就即止啦，咁樣咯。好，咁首先第一個活動安排呢個感受人生嘅個人作品展啦。咁喺呢個26年嘅6月1號至27年嘅3月31號咧，就喺中心嘅走廊都會展出嘅唔同嘅書法啦、畫作啦、手工藝啦，咁形式嘅不限嘅。咁登記日期咧就26年嘅4月1號起，係啦。咁大家可以用 Google Form 去做登記啦，咁樣係啦。咁中心咧係免費咧去提供一個場地咧，俾大家去 show 一 show 自己啲作品出嚟嘅咁樣啦，咁大家如果有作品嘅都可以做呢個登記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之後職員就會聯絡翻你啦，睇下點樣可以幫你show 一 show你啲靚嘅畫作啦，手工藝咁樣嘅。好，跟住之後咧就呢個理財講座退休3步啊。咁咁如果大家咧啱啱退休嘅，或者都唔緊要嘅，你唔係啱啱退休，退咗好多年噶啦嘅話咧，就啱你聽啦。咁就都會介紹翻唔同嘅保險工具俾大家，或者一啲獎薪津咧，咁去理下解善用一下嘅。咁就5月11號啦，星期一啦，晏晝2點半到4點啦，活動室1，咁名額得20個嘅啫，咁都係抽籤啦，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如果有興趣聽嘅話。好，咁跟住呢個就剪頭髮，剪出新形象啦，春季篇啊。咁4月23號，咁有4場嘅，咁係啦，咁大家留意翻啦。咁會喺活動室1、2啦，咁就係對象就係中心會員同埋一啲長者支援服務部嘅登記者，即係New Year
尤其是雖然你要留意翻呢兩個啦，尤其是長者支援服務啊。如果你有登記咧，你先可以參加嘅。咁啊，但係咧，如果你係終身會員都可以參加嘅嚇。咁都係一啲義剪嘅髮型師啦，幫大家剪頭髮啦咁樣。好，跟住之後另外一個咧就係痛後有晴天嘅講座啦，就會講解一啲常見嘅痛症成因啊、居家緩痛嘅運動嘅。咁5月6號啦，下晝2點半到3點半啦，都係活動室1同2嘅。咁啊，費用就10蚊雞。咁啊，對象就會員啦、中心嘅義工啦，同埋長者支援服務部嘅登記者咁樣嘅。咁啊，40位、30位就實體，10位就 Zoom 咁樣嘅嚇。都係抽籤嘅活動。好，跟住之後下個啦，就係全中心嘅義工訓練啦、奇影異攝啦，係啦。咁啊，話明全中心嘅義工嘛，對象咧都係中心嘅義工啦。咁啊，攝影師咧就會教大家簡單嘅攝影技巧啊，例如啲咩咧構圖啊、啲光源啊、點樣攞啊咁樣嚇。咁啊，5月18號星期一下晝2點到4點嘅活動室1同2，咁啊費用咧就10蚊雞啦，咁樣。咁都係4月9號咧去下個星期四咧下晝2點鐘去做登記咁樣嘅。好，跟住下一個就係認識醫療費用減免啊，因為大家都知啦嚇，大家個醫療費咧加咗唔同嘅程度上漲咗啊嚇，咁大家咧就可以聽聽呢個啦，點樣可以減免啦？如果有經濟困難嗰樣嘢啦，係啦，5月22號星期五上晝11點半到12點半，咁啊活動室1及2啦，咁啊費用全面嘅，終身服務使用者都可以參加嘅，咁啊名額就30位啦嚇，咁啊都係4月9號去做登記啦，咁樣。好，跟住咧就呢個認知障礙症嘅多面體講座啦。咁啊，講解一下認知障礙症係啲乜東東嚟啦。咁啊，認知障礙症都有分唔同嘅類型嘅。咁啊，同埋一啲治療啊、訓練啊，同埋點樣延緩退化嘅方法啦。咁啊，咁5月4號啦，2點半到4點，咁啊都係活動室1啦，費用就全免嘅，對象都係終身服務嘅使用者咁啊。好，跟住之後咧就音像嘅音樂會啦，咁啊4月24號星期五嚟嘅，咁啊下晝2點3到4點半喺基督教國際神召會啦，咁啊英皇道430號嘅，係啦，咁啊費用全免，終身會員就可以登記啦，名額得10位嘅啫，咁都係抽籤啦，咁樣。係啦，咁啊，如果你抽籤成功嘅，咁啊，大家咧係要自行咧去嗰個會場咁樣嘅，係啦，都係4月9號嚟做登記啦。好，跟住之後就呢個和諧粉彩體驗班，5月13號星期三，咁啊下晝2點到4點，活動室1，咁啊費用就80蚊，終身會員嘅，咁啊名額10位啦，咁啊。製作和諧粉彩嘅就學習和諧粉彩咁樣啦，嗰樣嘢都係4月9號嘅。好，跟住呢個關心社會論壇就5月20號啦，下晝1點到2點咁啊。大家如果有討論時事嗰樣嘢咧，都可以參加嘅，係啦。好，跟住之後卡拉 OK 啦。咁啊5月21號星期四下晝2點到4點，咁係附屬中心都舉行嘅，費用全免啦。咁啊對象終身會員啦，咁啊名額25個嘅，咁啊開心組義工咧去帶大家咧去唱歌或者你點唱啊，你唱歌咁啊。好，咁啊5月6號咧都有場關心社會論壇嘅，咁啊都係方便呢個時間咧，咁啊唔再多講啦。好，跟住之後5月份都有啲運動班啦，咁啊首先擊退水桶腰啊運動班啊，咁啊大家如果要練個核心嘅話咧，呢個班就最啱啦嚇，咁樣啦，咁有機會咧係要
用瑜伽墊嘅，即係要瞓喺個瑜伽墊上邊咁樣嘅。好，跟住下一個強身健肌運動班啦，咁都係做啲咩嘅咧？肌肉嘅訓練多嘅，咁啊可能用下啲啞鈴仔啊、沙包啊，或者啲拉力帶啊咁樣。好，跟住之後呢個打爆三高係咩嚟嘅咧？咁係用一個我哋叫做高強度間歇性嘅訓練嘅動作咧，去令到你新陳代謝提高啊。咁然之後咧，去控制翻你嘅血糖啊、血壓、血脂咁樣嘅嚇。好，跟住下個咧就穩步上揚運動班啦。咁啊教一啲防跌嘅運動嘅。咁啊最主要係增強你嘅平衡嗰個穩定性啦。因為大家都話成日跌啊嘛。咁如果你成日跌嘅話，呢個班都啱大家咁樣嘅。好，跟住一個 e-sport 嘅體驗啦，咁啊都係有3場啦，咁啊3揀1係啦，咁啊每場咧2個名額，咁啊大家可以如果玩下打下機嘅，咁呢個 e-sport 咧體感遊戲咧都幾好嘅嚇。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如果大家我都聽到成日咧啲 counter 嘅同事咧成日幫啲老人家解答一啲資訊科技嘅問題啊，咁如果你有問題嘅話，咁儲埋去。儲完之後咧就登記係啦，呢2日咧咁有3場俾大家揀嘅，登記完之後咧留翻啲問題喺呢3場問係啦，咁啊佢哋都會啲數碼大使都好好嘅，會詳盡幫你去講解啲數碼產品有啲咩，你有咩問題都可以問佢嘅係啦。好，咁啊一啲。大家都成日講 AI 啊嘛，咁AI 我哋都有教嘅，咁啊今期咧教依個 AI 類型唔係 ChatGPT 依個 Brave AI 咁啊同埋呢個瀏覽器觀看 YouTube 零廣告嘅應用咁啊大家如果想學嘅話咧就要留意翻啦。好，跟住咧有第2個 AI，話呢個就唔同啦，係啦，咁呢個就學啲咩咧？視頻製作同應用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下啦。好，跟住一啲樂齡科技嘅應用啦，咁啊係啦，咁而家都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樂齡嘅科技嘅機器嘅，咁啊呢個咧就會介紹翻唔同嘅嘢。應用俾大家，同埋一啲用產品上嘅注意事項俾大家嘅，咁啊大家留意翻個日期時間嗰啲各樣嘢。好，跟住之後呢，就同老人互助小組啦，咁就係俾中心嘅護老者嘅，大家要留意咁啊都係舒緩個照顧壓力啦，彼此分享經驗互相學習咁樣嘅。好，跟住之後呢個解夢同催眠體驗啦，呢個呢都係俾翻中心嘅護老者。如果你成日發夢各樣嘢諗，即係唔知代表咩意思咁樣呢，咁呢個工作坊可能就啱你啦，係啦，可以問翻嗰個導師點樣幫你解決個夢啦。好，跟住之後呢，就呢個好愛自己呢個伸展運動工作坊咁係俾長者支援服務部嘅使用者嘅登記者嘅，係啦，咁都係教大家一啲伸展運動去舒緩翻大家肌肉去解壓咁樣嘅。好，咁大家有冇疑問呢？有冇可以即場問我係啦，應該大家都冇噶啦。好，冇嘅話呢，就4月嘅月會呢就完結啦。咁我哋5月再見啦，就拜拜。